吼，啊，所以咱讲的吼，良心不老酒，就是啥？庆酒，吼，庆酒，吼，那个庆中啦，吼，琼浆玉液，吼，咱啉的琼浆玉液呢，长生不老酒，啊，啉的啦会长生不老，吼，啊，有一个故事，汉武帝吼有得到良心不老酒。三人说的，要是金宝娘输回的，啊，输回良心不老酒，结果叫啥人知影？叫东方朔知影。哦，啊，较早呢，良心不老酒真真贵啊，哦，所以汉武帝拢缀掉啥？掉入门床头，拢爱担的，唔甘一届啉不完。结果这个啥东方朔吼，甲偷起来啉，一届就会有打安尼啦。哦，汉武帝气势遐分气安尼哦，我都唔甘你用担的，所以一届会打，哦，要来去抬。啊！要来去台顺呢，这个东方朔吼就拍三笑啊哈，叫他笑。你头壳唔知学笑吗？系啊，嗨有无？啊，拍三笑了，汉武帝叫回来，吼，等来跟我清楚，吼，我要甲你抬，你无口所以笑。然后皇帝，我问你，吼，我嘛啉良心不老酒，你嘛啉良心不老酒。你若甲我抬咧，我会死，啊你会死无？哦，人拢唔敢面对现实，所以汉武帝嘛惊死，准放伊走去哦。所以历史上哦，在大传记载吼，有讲到这良心不老酒的，就是这个故事。哦，啊，过来咱八仙有无？咱是庙口老嘅，拢咧野迄个烧酒对无？迄就是良心不老酒。哦，啊糖仔叫啥物？糖仔就是代表在烦恼啦。哦，食一粒烦恼呢，与天同修。哦，唔免修炼自然新鲜，哦，唔是身躯无洗全身哦，吼，是自然新鲜。啊，这个哦，这个钱吼，钱是咱后家人加的啊，系啊，啊无较早干啉烧酒，吼，甲这糖仔饼，啊烧酒呢，就是咱良心不老酒，哦，叫做啦琼浆玉液啦。所以连刚去庙口吼，咱返乡的时阵，爸爸先吼，会记哩。我拢走第一，嘴开开，嘿，嘴开开了吼，是啊，我走第开，我走第一。哦，秘书咧啥？秘书咧，迄个啥？咱们即咱咧无是啊，新这良心不老酒吼，这这是咱民间艺术啦吼，本身的故事吼，这叫麻姑吼。啊，过来，老师你，来，老师你，过来对一个。啊，要两对仙。啊，这仙吼，这仙叫六仙呐。六仙就是啦，文龙啦，周文龙嘛哈，周文龙吉祥。哦，吉祥，对，啊，这里过来抱一个囡仔。吉祥是机关老爸。机关老爸，啊，机关什么人？就是咱周朝开国君主，哦，啊，这个叫做洪州六仙哦，也霸主前孙，哦，文龙霸主前孙啊。啊，咪娶做爸某？我嘛唔知娶几个，哦，但是我娶一个尔，我娶一个，我嘛生三个。霸主前孙，霸主前孙哈，人体客囝。爱101个客囝吼，什么人？就是啊，愚公啦，吕敬祖。吕敬祖。吕敬祖。所以吼，迄个时吼，迄个啊，帝王，哦，较早一个迄纣王吼，叫帝王呢加入的时候，放伊离开，路伊过山过城，就是这个啥吕敬祖，哦，吕敬祖。啊，这就是啥？六仙啦吼，六仙不容上麒麟吼，啊，再来这个一尊嘛吼。啥物啦？啊，这三仙桃，哦，三仙的桃啦，福仙啦，哦，福仙对九宗，哦，九宗吼，富可敌国啦，哦，真好个意思啦，所以九宗敬财富，哦，所以头先福仙叫九宗十宠啦，哦，崇拜的宠，哦。你甲阿伟跳加官搞？哦，加官还加官，加官咧加一个面对嘛，哈。我看伊也有摕一个迄块啊。对，啊，伊这啥？就是伊这本身就是有加官嘛，东富仙桃啦。啊，布袋拢来通用就对啊，哦，啊，过来呢，加官再加一个加官面，啊，有啥加一个面具？加官吼，这个传说当中什么啊？是这个东条吼，这个武则天，武则天啊，武则天有一个宰相叫啥名？大家记无？伊嘛足介意的啊，来又看下最足侪人，你嘛袂知。狄仁杰啊。狄仁杰啊，狄仁杰甲狄青有共？无共人，狄青是现代歌戏的演员，狄仁杰是较早古早的宰相，莫甲伊调调来落做伙安尼啦。对，唔通。伊知讲诸葛亮啊，甲诸葛甲迄个孔明，诸葛亮，伊讲相共，诸葛亮啊是咧做歌听小的，诸葛亮是三国时代。我最近在看三国呢。对啊，所以呢。
哎，做好嘢啊，嗰啲人冇教咧。哎，做好有看无够。真的到老师唔是啊，老师，这个大你这边嘛。啊，这个是迄个啊，老寿仙呐，寿老寿仙叫皮祖，哦，大家知道皮祖，820岁老皮祖，原底呢皮祖原名叫皮七，哦，20岁少年家要寿命，哦，原底20岁就爱带起来。啊，若受到啥物？啊，个对遐个周公斗桃花李咯，哦，桃花李的之时，去到八仙洞的所在，八仙洞咧啉烧酒，哦，啊欠水果，啊这个啥？这个皮疹呢，袂欠水果袂食，这样这是桃花李家教的，哦，然后食来水底来来起洗啊，吼，所以咧，即摆食水果食完了，即摆皮疹较会惊。哦，你这八仙拢妖怪，哦，食要死，食要死，食要天人死安尼哦，这鬼就起来，吼，我原底食要死啊，然后要做吼，人做妖怪爱做八鬼，哦，我原底买这水果是要做八鬼，结果互你这八仙这妖鬼，我食了了，我爱连伊啦。爱嫌我，爱我食了。啊食到倒咩嫌，啊无吐出来你敢卖，讲吐出我也卖，啊无变怎，啊完了啦，我先讲，一人来100块100，哦，添收添100，啊买会倒啊，800块，哎本身20块，所以800块，去交钱啦。交了，唔好无朋友。所以咱反正是爱笑啊，伊今日讲哦，啊话800块就讲扣出来啊，啊咱讲扣出来，人几月开了？人月开了对嘛？啊几月开始？咱讲后只嘛8条去啊所以咧，我话到820块，我的屌丝了了，想到一个话，哎呀，所以无朋友。你讲你呼吸，一世一摆算，大某多传60岁安尼啦，啊了喂，哦，真好，啊再来60岁呢，会吞肠吞过一届，屁股无少，下头针换后头针啦，一架子，吞过一届，吞3吞吐就一届安尼啦。